大家好，我係滬港社團總會會長林健康。新一屆立法會選舉投票喺2025年12月7號舉行。今屆立法會換屆選舉競爭激烈，關乎全港市民嘅福祉，對香港嘅經濟發展、社會穩定同埋民生改善均具有重要嘅意義。滬港社團總會喺呢度呼籲廣大嘅上海鄉親同埋全港嘅市民踴躍投票，選出自己認為最合適嘅議員，為香港未來貢獻力量。讓我哋齊心協力投入選舉，共創未來。12月7號齊投票，投入選舉，共創未來。12月7號齊投票，投入選舉，共創未來。12月7日齊投票，投入選舉，共創未來。12月7號齊投票，投入選舉，共創未來。12月7號齊投票，投入選舉，共創未來。12月7號齊投票，投入選舉，共創未來。耶！